我哋可以用 OneDrive 入面嘅 Copilot 功能咧，就個別嘅文檔去比較啦，同埋提取重點。但係假如你同我一樣想揾嘅嘢，可能喺幾個唔同嘅 folder 入面，又或者你純粹想知道 SharePoint folder 入面嗰幾十又或者幾百個 document 係關於啲咩呢？咁我就會建議你試下 SharePoint Agent 啦。入咗去我哋嘅 SharePoint 之後咧，就可以去翻我哋儲咗嘢嘅 SharePoint site 先。點開 document 入去 Document Library， 即係你呢個 site 咧儲咗嘢嘅地方。我只需要揀選翻我想問嘢嘅 folder 啦，就可以撳一下 Create an Agent。呢度咧佢就會幫我建立一個同呢兩個 folder 連結咗嘅 agent。你可以當係一個 chatbot 咁啦嚇，去幫我手，等我可以去問佢嘢啦，揾資料俾我等等。譬如話咧，我可以問佢入面有冇同 Progress Review Information 有關嘅資料咧。咁過一陣咧，佢就會 screen 晒 folder 入面嘅檔案，再話我知個答案噶啦。咁我咧就唔使下下走入去啲檔案入面咧，逐個咁睇啦。除咗咁之外咧 ，summarize 整 FAQ 呢啲，又或者叫佢俾意見你，睇下點樣可以好好咁利用呢啲資料都得噶。而俾 SharePoint Agent 再進階少少嘅咧，可以去睇下我之前拍咗條 Copilot Studio 嘅片，睇下 Copilot Agent 可以點樣玩，點樣幫到你公司啦。今日分享去到呢度先，下次見。